同乡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最近中国对美国要卖台湾军事武器发表真强的讲话，甚至佫放出东南沿海军事演习的这个消息。当地的邦交国访问的总统蔡英文讲伊有掌握，这是这个中国惯例性的这个军事演习。不过咧，最近却变做蔡总统逐回出访，逐回拢有演习，咱的国军拢有强调。这回咧，自由民主养殖之路成果是真济。除了友邦的这个访问，实际上意义上大的就是蔡总统在过境美国纽约，甲要转来这个专机的这个 Denver， 拢有停2天。有学者就讲咧，这2个这个安排哦，这个规格是准外交访问。到底蔡总统这场外交成绩单会甲拍几分？今日咱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要带你做回来讨论。这对咱4位来宾哦，坐要来做伙来参与讨论。第一位是咱台湾地壳这评委员罗宜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是咱的台湾所谓外交学会理事长郭嘉佑，嘉佑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到中兴大学研究所这个教授哦，这个陈博明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首先咱就请教这个宜中，宜中兄，这个咱看到这回哦，蔡总统过境美国纽约，实际是真大这个进展，你安怎看？我想吼，当然大家甲这个蔡总统这届的这个去纽约访问，啊，甲像讲进前阿扁啊总统啊，甲迄个李登辉吼，去当阵来做一个比较。当然，我是感觉讲就这个去过境纽约吼，这个时间来讲，实际上蔡总统甲迄个算讲阿扁总统迄当阵无讲遐尼大的差别。是。但主要是讲蔡总这届伊伫纽约有法度来做发表一个演讲。吼啊，当然嘛有开算讲甲迄美国重要的商业领袖吼，伫遐斗阵开会，啊，也是讲伊甲迄美国其他政治的人物吼之间的即个私下会谈，嘛有进行真侪，啊，搁有讲伊嘛甲迄美国国会议长吼，算讲迄美国 No.3 吼，即款的国家领袖 Nancy Pelosi 伊伫遐有讲电话，当然我相信应该是有甲真侪迄美国。包括讲北京还是其他迄个官员，应该是拢有联络啊，但是就是讲咱就是莫有一个迄个默契吼，咱就莫对外口讲。基本上我是感觉讲蔡总统，互人较有印象伫美国即个过境吼，主要是讲伊真侪活动拢会当公开，是，也是讲伊伫哥伦比亚迄个演讲，基本上应该是公开啦吼，但是是讲敢若是无对外口。迄个同步吼，啊，改迄 live 安尼改出去。因为我会记得讲，迄李登辉迄届去美国，当然伊是去 Cornell 吼，啊，我人就伫 Cornell， 所以讲我人伫现场。伫现场迄个时阵是讲李登辉伫遐咧发表演讲的即个所在，当然是真大即个算讲体育馆吼，算讲 Olin Lecture。啊，内底当然人真侪，但基本上伊的即个规模甲方式，甲蔡总统即届伫哥伦比亚迄届的即个演讲是差不多的。所以讲也是李登辉总统伫遐所发表的即个演讲嘛，是讲有事前有发真侪迄个邀请函吼 invitation， 啊，伫迄内底算讲发表演讲，但是并无讲电视像讲伫外口 live 安尼出来。啊，所以讲这蔡总统即届伫哥伦比亚大学的即个演讲，我是感觉讲这形式是无啥物无共，所以当然也是有人要迄个挑骨头，硬讲这蔡总统无讲一个新的突破，每一个单项吼，当然无讲一个新的突破，但问题是讲，伊是甲每一个面向拢算讲南做伙即届来处理，所以讲这是过去较无看到的。啊，当然，大嘛讲着讲，迄个蔡总统伫纽约咱的迄个办事处遐，甲咱的算讲外交的即个咱的 diplomat 要来吼的大使，伫遐有一个见面，主要是讲伫遐国公开。咱爱知影着讲吼，咱伫即个总统咱伫其他的国家的即个算讲咱家己的代表处，啊，甲其他的算讲外交官伫遐公开见面。这就表示讲，美国实际上对咱的迄个外交有咧支持，但是伊无明讲吼。但是伊就表示讲，对台湾的外交有咧支持，这嘛是算讲对国际上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一个信号。
是，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蔡总统伫遮吼，伫美国即届这真侪这个规格，啊，甲伊伫会当自由，甲算讲咱的迄个台湾伫美国这个乡亲会当来见面，这是过去较少看到的。虽然讲每一个单项，算讲无论讲是李总统还是讲这个阿扁总统拢有，但是因无讲每一项吼，拢伫即个时阵拢会当摕到。是，所以讲这是我是感觉即届即个一个较特殊的所在。真特殊啦！其实咱能看到这个蔡总统会使去 Central Park， 甲这个民众哦，第一手的这个接触，哎，佫会当到咱的这个大使馆，咱的这个经济文化办事处，咱等下拢会小连线来做伙讨论。不过现主席咱要看到总统现主席到 St. Vincent 哦，来因的国会发表因的演说，来看这个画面。总统蔡英文到回联机面顶行落来，盛文生代理总督大哥嘛真侪前甲伊来握手，谢国总理龚萨夫嘛做伙来甲伊接，蔡总统受到真热情的军礼欢迎，而且伫机场外口，宪国的囡仔人佮会中华民国的国旗来迎接蔡总统。蔡总统嘛真热情的来甲囡仔人握手，而且真特别的是，这个蔡总统来盛文生要去宪国的国会发表演说，嘛去互大家来注意。I also want to congratulate your countries on being elected as a non-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Promoting world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is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body is a high honor and a great achievement. As long-time allies, we share in your pride. 那要恭喜盛文生，蔡总统佮感谢宪国长期以来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替台湾赞声。其中佮要特别感谢的是宪国的卫生部长布朗。Last May at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Mr. Brown said that the interests of Taiwan's 23 million people should not be held ransom by political preferences. His courageous words have stayed with me to this day. 蔡总统佮伫演说结束了后，特别去甲卫生部长布朗来握手，表达伊的感谢，而且台成两国的通判关系佮毋那安尼。伫蔡总统甲宪国总理康扎夫的见证之下，台湾甲宪国签财政合作协定，还佮有打击下国犯罪协定，要继续深入交流，还佮有司法合作。另外，盛文生国会通过伫台湾设大使馆的决定。蔡总统讲，咱台湾的人民是展开双手来甲因欢迎，而且嘛毋望讲新的大使馆会来开拓两国新的合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蔡总统是到这个 St. Vincent 的国会去发表演说，其中哦，就是要感谢有上重的一位人士，就是讲5月中的时阵，伊咱 WHO 替咱台湾赞声发声。这个 Luke Brown 哦，因的这个卫生部长 Brown， 迄当阵大家还有印象无？就是迄当阵咱伫 WHO 已经3冬无得到这个会员的这资格，啊，毋过咱的这个友邦 St. Vincent 伫这个大会顶帮咱赞声，伊讲着啥呢？伊讲台湾毋捌互这个中国管过，啊，台湾嘛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啊，因讲这是一种差不多差现实真远的这个讲法咯。真正离经啦吼！啊，这回咧是袂好台湾加入大会，嘛无违反着咱联合国大会这个2758这个决议，甲 WHO 第25.1号这个决议哦。咱能看到，拄着咱入会困难的时阵，St. Vincent要甲台湾徛做伙。莫名教授，你安怎看这回这个蔡总统伊行到这个 St. Vincent 去啊？啊嘛，甲因说道谢。啊，现主席 St. Vincent 伊嘛行入去这个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OK， 台湾的外交的情形吼，真特别吼。这世界上差不多有200个国家吼，但是即马甲咱有外交关系差不多敢若17个尔吼。伫过去3冬来个长5个吼。啊，即届蔡总统去访问吼，伊是加勒比海吼 ，Caribbean 是4个国家拢去吼。这是伊任内。我记得应该是第7遍的出国访问吼，啊，嘛是第1遍4个加勒比海国家拢访问吼。啊，这4个国家对台湾来讲吼，其实即马17个国家每一个拢足重要吼，因为咱知影中国伊是想要伫国际上吼，要想办法要
断掉，嘿嘿，吼，就是讲断掉咱台湾的迄个生存空间吼。啊，自2016年以后吼，台湾差不多拢无任何机会会当参加主要的这个国际组织的一个活动啊。其实主要的是 WHA 啦吼。啊，你也都讲，毋是WHA 是会籍，是会籍的问题啦吼，是咱伫前几当有机会会当去参加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吼，叫做 WHA 吼，啊做观察员哈 observer 吼，啊但是为2016年了后吼，台湾就是无这个机会吼。所以，即马啊，若讲台湾要伫即个国际的场合吼，要当发声吼，会当讲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实体吼，是一个国家吼，啊，敢会当透过咱遮的友邦国家来伫世界卫生大会遮的迄个场合吼，替台湾来讲话吼，啊，圣文森吼对台湾来讲应该是真重要吼，因为以这个卫生部长哈，叫做 Luke Brown 哈对哈，啊今年伫5月 WHO 大会迄个说辞哈，伊是真义正辞严的帮台湾来讲话啦哈，啊多好即届安排蔡总统去圣文森访问哈，啊嘛是算做一个答谢啦哈。我想讲即马台湾这17个邦交国对咱来讲拢非常重要吼，所以。以后吼，我是想讲，应该是咱还是会依靠这些邦交国啦吼，来替台湾伫这个国际场合来发声啦。其实咯，看到这个小国对咱台湾是真小听啊。其实咱现场这个理事长有做国民外交的经验，你安怎看这回哦？蔡英文总统，你要甲拍几分？理事长，加油加油加油！哦，我感觉讲，迄个蔡英文即届伫咧外交出访的过程当中哦，迄个伊一个少年人之间伊的人气足悬。哦，有影。因为讲伊拢会甲因去国外的代志铺伫咧网络顶悬，面册也好啦 ，IG 啦，嘿，甲足侪人去分享伊咧做的代志啊，即马伊到对一个安尼，我感觉讲蔡英文总统安尼的行动啊，会较拉近又近这个甲少年人的甲少年人距离安尼，嘛，互一般的民众感觉讲，外交毋是遮尔困难的代志，是每一个人都会使参与的。是，有影。真正咱来看到这回啊，蔡总统伊叫做自由民主永续之路哦，这个12天的行程，伊是要安怎？一国一国安尼行来，咱第一天看到是对台湾出发了后，就到11号、12号过境纽约。咱等下纽约特别来讲哦吼。啊，13号是来到海地哦，13到16号的时阵是到圣克里斯多夫甲尼维斯，16、17的时阵是圣文森甲格瑞纳丁，17、18要圣卢西亚，个19、20的时阵，搁要倒来的时阵过境伫咧 Denver，21号回程，差不多是22号的这个。中昼的时阵才会返来台湾，不过看到伊安尼行程12天，真正是铁人的行程。伊佫有一天走3个国家。其实上重要就是讲，要甲咱这个友邦，咱剩17国尔嘛吼。不过17国有咱17国这个意义存在，就是讲伊这回拢要甲伊扩照会，对着咱中国的压力也好，也是讲咱这个国际上有受到这个打压的部分，一个要甲扣倒来。现主时咱看到这个蔡英文总统。伫咧这个小国的部分，一天看3个人，啊，甲纽约时阵头拄啊，这个罗委员才嘛有讲着讲，伊其实伫咧过境的时阵受到真好的这个礼遇，毋过其实你讲伊拄则嘛有未突破的这个所在，其实你有啥物佫建议互伊安尼无？我想，即摆讲迄突破吼，实际上拢是主要是讲台湾甲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当做什么款突破？即摆遮真侪的代志，我是知影讲，因已经算讲真侪无对外口公开的即个会谈，也是讲meeting 安怎来讲吼，算讲已经做了真侪啊。啊，但是就是讲，什么时阵要互遮物件会当公开？吼，
即马主要的问题是伫即个所在，是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迄个时间到吼，也是讲迄个时机到啊，我讲真自然就会出现，唔免讲一直去硬杀，因为即马台湾甲美国关系无共款的所在是讲，以前吼，咱甲美国之间迄个信任感，啊甲迄个，算讲美国对台湾的重要性的迄个认识，吼，抑阁无讲遐尼有。真侪的共识，啊，美国迄当阵对中国嘛有真侪的期待啦，所以因为伊甲中国关系，所以讲伊对台湾反倒等伊的压制，甲台湾之间真侪会咧交往，是希望讲卖互即美国甲台湾的关系会威胁着美国甲中国之间可能要去发展的关系，但即马美国政府。伊毋干政府尔，包括迄个民主党也是共和党国会，拢是认为讲这中国吼，过去美国对中国政策是毋对的嘛。是。感觉讲美国期待中国会按改变，结果反倒等咱讲这个习近平起来了后，吼，也是讲进前中国就开始想要改写这个国际的规则啊。啊，伊算讲家己有钱了后，毋是讲迄因为有钱，所以讲伊想要去维持这个国际迄自由民主的这个体制，反倒等于想要。要甲伊改过来，互伊家己本身的这独裁这体制，会当搁对外口来这个扩张吼。啊，伊搁有透过伊的算讲迄个 One Belt One Road， 人讲迄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算讲要甲伊本身一个，咱讲这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就是讲。所谓的独裁的这个体制，要国家其他国家爱甲伊迄个扩散出去，所以即马即个问题反倒是讲中国想要改变，唔单是讲台海，嘛包括全世界现状。是，所以美国即马的迄个认知是讲，啊无既然是安尼吼，我甲台湾为什么爱做遮尔多的限制？所以讲，我是讲即马美国甲台湾之间的关系，甲尤其是蔡总统因即个政府吼，甲美国用真侪的即个溃力去经营。甲因之间的信任感，是啊，即摆信任感已经全拢有啊，所以跟咱大家是讲，什么时阵，算讲一个较适当的时机，咱会当对外公开，干那是安尼尔。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唔免讲来特别做什么款的这个建议，反倒等是，咱即摆讲着讲迄邦交国吼，咱因为我是感觉台湾，咱讲着咱17个迄个邦交国的时阵，拢讲啊，这个邦交国拢是。迄个送香国啦，啊，拢是迄讨钱国啦，吼，讲这个国家无啥重要，敢若是对台湾要讨钱尔。我是讲，咱即马吼，爱即款的迄个心态，可能要做一个改变，是讲全世界国家无论大国小国，拢是共款的是国家，啊，尤其是美国即马要杀，就讲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吼，就是讲自由啊，甲即个开放的即个印太的一个战略，意思是讲，无论讲大国小国，大拢共款，所以讲咱对这算讲对台湾来讲，可能感觉讲是较细国家吼，咱嘛袂讲嘛唔敢讲因迄个国家较细，咱就来看轻，咱嘛袂当有即款的心态。啊，尤其是嘛有看到讲，像讲即个Steve Biko，因的即个卫生部长，伊伫迄个 WHO 的大会顶头嘛，为着台湾的赞声，对无？吼，甲咱斗相挺。所以讲，我是讲对这来讲吼，一方面咱莫讲，因为这个国家较细，咱就认为讲，因这个国家无啥路用。第二个是讲，你看，咱嘛看到Steve Biko，即马伊嘛变成讲，迄个联合国内底即个非常任即个理事国，吼。来列一员，咱知影讲联合国上重要的这个组织，就是讲迄个 Security Council， 咱讲安全理事会。你会当变迄安全理事会内底，算讲一个成员时阵，变成讲你有真侪代志，你会当直接，你会当对这来发动，还是讲对迄个所在来投你的一票？敢若是讲你的迄个投票，还是讲迄算讲迄个咱讲常任理事国哈，伊有那个否决权，吼 veto power 跟安尼尔。所以我是感觉讲，迄咱台湾遮的迄个邦交国，尤其是讲莫讲因为遮细国，像讲Steve Biko，迄都是一个真明显的例啊。国家遐尼细，但是犹原是这联合国上重要这个组织常任理事会内底一员。吼，所以讲我是讲，迄个咱的这个心态嘛要做一个改变。啊，尤其是咱即嘛加油吼，加油会长，伊是这个Kosovo，吼，来替个Kosovo来做。咱即嘛知影讲，迄台湾17个邦交国，我借问者，Kosovo有偌济邦交国？Kosovo 差不多60几个，100外，台湾都无杯，台湾都无杯，吼，因的人口是台湾的几分之一？200万，200万，差不多是讲台湾的迄12分之一嘛，嘿，12分之一的国家，但是伊的迄邦交国在全世界是有台湾的5倍，是，所以咱就知影讲，咱莫讲大国小国啊，吼，啊当然咱因为有这中国这个因素，啊中国想要迄个要
剪断咱台湾所谓外交空间，这咱知影。但是基本上就讲，莫讲伊大国啊、小国，咱就是国家较细，还是国家较送乡，咱就共看轻。我是讲伫国际外交内底的时阵，就讲大拢共款，大拢平等吼。美国是一票，科索沃嘛一票，对无？圣宾森嘛一票，是，嘿，都是安尼。所以这个加油理事长，你的经验嘛真丰富，你伫科索沃做遮尔侪代志啊，科索沃的经验和台湾有啥物这个建议？我感觉讲迄个外交的本质就是交朋友啦。外交的本质就是交朋友，就是讲你爱先甲对方见面，爱互对方知影讲啊，我毋是歹人，有即个信任感之后，才会使开始去一寡合作，啊有合作的好的经验以後，才會並做朋友安尼啊。係，所以講我感覺講即個建立信任的過程最重要的。是。信任的過程，是啊！你伫科索沃到底做什麼代志？你分享觀眾朋友知影一下。我伫咧科索沃，先甲觀眾朋友介紹一下科索沃伫倒位啊。科索沃是咧歐洲的一個足細國家。伊是咧馬其頓啊、希臘附近、阿爾巴尼亞附近安尼。阮咧做嘅代志就是講，阮台灣思維外交協會，阮就感覺講因為即馬全世界的人攏伫咧網絡頂懸啊，所以講，那阮用網絡去甲外交國外的人去做一寡活動，是講做伙拍拼一寡代志，因可能講對台灣有一個熟悉，介意台灣安尼，所以講一年外前我就甲我的朋友。討論好了後，我就一個人飛去科索沃，飛去科索沃，我就找足濟當地人，做伙做了一個網絡的粉絲專頁，辦做一個，佫有做一個展覽安尼，以前科索沃的人都無啥聽過台灣安尼，一年了後，因為講阮哋網絡上的聲量。足懸的，足懸足濟人來看阮的展覽，甲有網絡上有甲阮做一個討論安尼，阮嘛咧網絡頂懸咧介紹講，台灣是支持科索沃的社會議題安尼，親像講，阮有一部影片，一個影片有3萬幾個人咧看，科索沃。200多萬人，有3萬人來看。200萬人有3萬人來看。過一年了，經濟部長、文化部的次長，甲伊的 NCC 的董事攏有來找我，講你伫咧網絡上講，阮的少年人合作了真好，看是毋是有可能講以後台灣甲科索沃有國際合作安尼？因為阮的網絡上嘛，足濟人咧甲阮關注，所以講有差不多10八個當地媒體甲恁報道安尼。是，所以這個經驗就是講，佇網絡頂嘛會使做到這個國民外交這個部分，就是用數位的這個部分來去推廣咱台灣。其實甲這個蔡總統伊的意思是講，伊的觀念嘛是共款，伊是國甲國之間，你是透過這個網絡。其實咱要繼續來看講，伊任內啊，這個蔡總統任內，伊到底出訪過幾屆啊？咱就小可整理到，差不多是7屆這個部分哦。咱看到佇伊上任的開始，就佇巴拿馬。真不幸的，這個伊甲咱斷交去啊。不過咧，現主是咱看到講，佇當年伊的這個外交訪問，其實攏有突破吼。咱看到這回是2019年的7月，就是去海地聖克里斯多福尼維斯、聖文森甲聖露西亞這個叫做自由民主的這個永續之路吼。咱過來看到，其實伊佇任內哦，有甲這個2018年啊去史瓦蒂尼兩國共審史瓦蒂尼這個部分，嘛2018年的8月，嘛有去這個東慶之路哦，巴拉圭、貝里斯這等等訪問，其實過境其實攏有伊的這個機卡之這個部分，其實頭拄仔這個賴委員才嘛有講到，就是咱民選的總統過境美國時陣是真正眉眉角角，親像講這個李登輝，伊是有佇這個1994年的時陣佇夏威夷。94年夏威夷，是，迄當陣實際上對李總統來講，感覺講是真互人補足一個經驗。是有影。所以講佇迄個1995年迄當陣，伊去即個 Cornell， 當年 Cornell 是主要是講 Cornell 這間學校的校長吼，算講有甲邀請講伊
来做一个阿鲁玛的一个演讲，吼，所以讲迄个1995年当年伫迄当阵美国 Clinton 总统一开始嘛是拢无啊，因为我人伫孔纽迄当阵嘛，所以讲迄真侪消息对华府过来，是，结果迄忽然讲迄通过，啊实际上通过的时阵真侪伫遐学生，也是讲算讲那边的人，有人讲，这哪有可能？哦，但是嘛是真欢喜啦，就是讲总统会当过来啊。迄当阵我就是伫遐嘛，亲身去观察着全部的过程。是，咱主要过来看到讲4任的这个民选总统，自李登辉、自陈水扁、自马英九，甲现任的总统蔡英文，这4个人过境的时阵，其实拢有侪无同款哦。咱来看到这个李登辉，他最后这个赖委员才嘛讲到，伊是拒绝落机哦，啊穿这个困衣哦，就向这个 AIT 的这个主席抗议讲，敢若安排伫咧贵宾室。啊，伫95年的时阵，才有伫康奈大学家啦发表公开这个演说。啊，伫2001年，陈水扁第1任的时阵，伊是甲这个 New York 还有甲这个市长来会面。不过到2003年的时阵，伊又去 New York 领这个国际人权奖。不过咧，伊遮咧要公开演讲，伊的这个这个地数哦，是有向这个严格这个控管哦，就是讲你袂使地数以外，你袂使搁加讲。啊，伫2007年的时阵，阿拉斯加伊就是伫遐做加油尔，短50分钟，啊伊嘛是拒绝落机。啊，迄当阵呢，即时的这个陈水扁，其实哦，人讲伊是甲台美关系是由这个烧啊、甲冷啊，这个关系。咱过来看到马英九，马英九应该是这个总统任内哦，有去过10几届哦。差不多18届啊、19届这个部分，伫2014年的时阵，伊有伫哈佛做演讲；伫2016年的时阵，伫雷根的图书馆嘛做演讲。其实这个部分，咱看到蔡英文这回其实过去差不多拢有这个24小时，你袂使过境超过24小时这个限制，每角是真济啊。现主是咱看到蔡英文这回是头一摆伫咱这个叫做经济文化办事处，伫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头一摆接待咱的这个友邦甲联合国的代表，咱就要请到这个陈教授。你安怎看讲这4届这个美国过境因这个交台，还是讲接待这个规格，你安怎看 ？OK， 咱台湾吼自1979年以后，就甲美国无外交关系啊。但是美国对台湾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国家，吼啊，因为台湾的邦交国差不多拢伫加勒比海啊、中美洲遐啦，吼，所以啊，若讲咱的总统、副总统要去咱的邦交国访问，差不多拢爱经过美国，吼，所以伫差不多李登辉总统开始，吼，咱特别咱的总统、副总统要去咱的邦交国经过美国的时阵，吼。咱就看讲，咱即届会当停留伫倒一个城市，啊会当伫遐偌久，会当见到啥物款的人吼。啊，一般台湾的媒体啊，甲台湾的学者吼，拢会看即届总统、副总统会当见到啥物人，会当踮遐做啥物代志，会当偌久吼，来看来用这来看讲台湾甲美国的关系吼。啊，台湾美国关系，咱即马来看吼，应该是讲过去40年，应该算上近上好的时间吼。为虾米？当然一部分就是咱台湾本身迄个民主的成就嘛吼。啊，另外一部分我是感觉还是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啦。是。即马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应该是讲愈来愈歹，因为美国吼，多啊赖委员嘛有讲嘛吼，美国本来吼甲中国有外交关系以后吼，伊就想讲慢慢啊甲中国的关系会当改善吼，啊慢慢来将甲中国变做一个吼global power、global player， 就是讲会当将中国转做一个会当负责任的国家啦吼。啊，但是你看即马中国的愈行愈迄个吼反民主、威权吼、独裁吼，啊，所以美国即马差不多，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吼，对中国对中国的看法应该是拢足负面的吼。啊，所以对美国来讲吼，甲台湾保持好的关系，对台湾的支持吼，
对伊来讲，伊是一个，伊即马咧看对中国时阵，伊即马袂个看中国的眼色啊啦吼，伊即马来讲，反正我就是支持台湾。台湾对我来讲就足重要，台湾是一个 successful story， 吼，伊是一个 responsible power， 成功的这个案例，对，吼，成功的国家吼，成功的一个，对，啊，所以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啊，是，吼，啊，我是感觉即马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外交上吼，啊加国防吼，即马国防吼，啊最近个吼美国的迄个国防授权法嘛吼，啊，对台湾有真新的军售，我是感觉咱把握机会，机会啊，看会当搁再提升，提悬一下，对，提升吼，啊到什么程度哈，咱搁再来观察一下，是爱搁来观察啦，尤其讲台湾甲这个美国是上好这个关系40年来，你看这个规格，怎样请甲遐悬，啊总统过咱伫咱这个办事处来亲心来接待这个咱的这个友邦的这个代表，咱就来看讲，迄当阵伊拄啊落这个纽约时阵，迄个现场的状况是安怎？就把为台湾侨胞真热情到总统蔡英文住的饭店来迎接伊，蔡总统阁停落来，甲因做伙翕相。啊，不过饭店的门口附近却出现着讲着中国考验两派人马互相呛声，爆发着冲突。纽约的警察阁出动来维持着现场的状况。我觉得在民主社会里面啊，我们还是以理性的方式啊来表达不同的意见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也可以保持理性。这是中华民国驻纽约办事处，这届蔡总统伫遮进行着公开活动，意义是真重大。因为伫6年前，马前总统过境纽约的时阵，嘛无法度来遮。蔡总统过境纽约的头一天，出席甲友邦联合国常任代表的欢迎酒会。这是咱国的总统头一届伫驻纽约办事处进行着公开活动，向看作是一项新的进展。Our allies provide a crucial pathway for Taiwan to engage with the world. You help to amplify the voices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our aspirations are heard around the world thanks to you and your dedication. This year, I think we agreed that we will give it a little different twist. Because if you write the same thing every year, you get the same response. So we'll give it a little change for it, and hopefully it will have some kind of effect. Maybe not this year, maybe next year. 蔡英文过境纽约，继续提悬着规格，要显示着台美的关系继续升温。啊，不过对着有美国的学者建议，应该甲自处的名的台北改做台湾，蔡总统是无正面来回应，加强调外交的工作爱长期的打拼，也有累积。真正真感动啊！咱看到总统去咱这个纽约这个办事处，因为阿扁过去嘛伫纽约做过这个特派记者。啊，当阵咱就知影这个纽约办事处一般拢是办这个学生的这个活动啊，也是讲邀请到这个导演啊，啊甚至讲可能是上悬的这个是咱外交部长甲遮尔。啊，不过这个总统可能是头一届，咱现场要来邀请到咱这个外交部前任秘书刘书记，伊就要来讨论着讲吼，这回你安怎看讲这个蔡总统过境纽约这个规格？嘿，其实我感觉讲，即摆咱蔡英文总统去美国，其实咱美国政府非常的重视吼。咱伫过去的时阵吼，咱总统去美国，通常是伫咱迄个非驻外办事处的所在来做即个拜会甲 meeting 吼。我阁会记吼，咱顶一回的时阵，吼，咱蔡总统伫洛杉矶迄边，迄阵是去咱洛杉矶侨教中心迄边的侨胞做一个互动。侨教中心其实离有一段。对，其实咱驻洛杉矶侨教中心离咱迄个驻洛杉矶经文办事处差不多塞车爱差不多半点钟左右，所以讲伊也是一个较东边的所在。啊，这边是头一次，咱台湾的总统是去咱伫纽约这边，是去经文处内底。是。啊，咱嘛知影讲，咱每一遍吼，咱不管是哪还是请总统，只要是去美国，所有的行程拢是爱这美国政府，咱礼貌上爱互因先看一下。所以讲，这边美方是互咱真大的这个善意甲方便安尼。是。啊，未来要去 Denver 咧。
Denver 其实嘛是有一个意义啊，因为我第一咱 Denver 是一个新的办事处吼，咱正正是伫甲迄个伫 Kansas 迄边甲关起来，啊 Denver 是算讲伫 LA 的东边，啊离 Houston 无算讲真远一个所在吼，啊，但是我感觉讲上界重要的意义是讲吼，即个伫美国议员有一个非常对咱台湾非常的友善吼，是一个 Garner 即个议员吼，伊本身是。咱佫会记讲吼，顶届即个 Garner 议员来台湾的时阵，咱蔡总统带伊去大稻埕去做一个参访。啊，这边是讲他客随主便啊，你讲这边是咱蔡总统要去美国，啊，变讲他来当一个东道主，所以我感觉讲这个互动是真好，因为伫过去的时阵，咱佫唔捌看过有即个美国的议员吼来欢迎咱的总统去美国，但是这个因为阮讲唔知，阮讲唔知影讲这边蔡总统去 Denver 的时阵，有啥物款的交代啊？但是那准讲这个议员本身会当出面来做交代，我感觉讲迄个诚意啊，对咱台湾来讲是真真欢迎安尼。有影咱当看到这回这个蔡总统这个伫 New York 办事处，啊尾啊未来可能是 Denver 这个办事处，其实这个意义来讲，真正是对着这个台美关系有渐渐啊提升。不过反倒当然要看到讲蔡总统伫这回伫 New York 行程内底，其实伊伫讲较轻松的，伊去 Central Park 甲这个民众，咱台湾的这个人民哦。近距离安尼来接触，啊，嘛有去食到这个bagel，甚至伊 LAC 顶会发 D 卡，伊去摕到伊的账号account安尼对无？啊，伊伫发伫 D 卡头顶发一张，伊伫食bagel，佮有上伊的这猫仔，看到猫仔上菜香香。其实对着少年人来讲，这个加油你安怎看？就像头拄仔讲的，蔡英文总统伫咧美国食bagel，这放伫咧 D 卡顶管啊，拉近。少年人甲外交的距离安尼，因为讲过去来讲外交大家拢感觉讲外交是外交部还是政府咧做的代志，甲我无地带。毋过即马媒体甲网络就发达，甲有讲每一个人拢会使伫咧网络顶悬代表台湾去写文章，还是甲外国人讲话。所以讲每一个人拢会使来做国民外交。蔡英文即款即摆伫咧D卡顶悬伫咧写一寡趣味的代志，嘛是咧鼓励讲少年人会使做伙来参与外交即款代志。真正有影，做伙来参与外交啦。现主席咱佫看到蔡英文用 Line 吼，蔡英文总统用 Line 甲大家讲这个沈炳生的这个部长有传这物件，这是拢较轻松的用到 Line 用到网络这个部分。但是对外伊要较强的所在，伊伫即回展现了伊的这个决心甲这个 power 哦。安怎看咧？伊伫哥伦比亚大学讲到民主，哎呦。咱来看一下这场咱所经历的这个部分，咱小可经历尔。伊讲咱的经济伤过依赖着咱的中国市场，啊，就限制着咱伫两岸事务的这个自主的这个权利甲权益哦。啊，中国就想要安尼渐渐来入去咱亲门大户，咱的社会，就是要用着这个部分的骗取咱的民主。啊，伊佫讲着啥咧？伊佫讲台湾是全球理念相近国家社群的一个部分哦。咱知影咱无孤单。咱想要请教到这个赖委员，你安怎看伊伫各大这个演讲？你头拄仔嘛讲过，不过其实伊讲到民主，伊讲到这个部分，伊佫讲到反送中。中国来讲，当然嘛是 keep up 啦。我是感觉讲伊即届算讲伫哥伦比亚即届的演讲，本身迄篇我是讲是真重要嘛，写了真好一篇吼，因为伊是。放伫即个普世价值的顶头，人权、民主、自由吼，即个所在来讲着讲来解说，向全世界来解说讲，为什么台湾要有即款的坚持？为什么伫中国即甲咱即款的拍下骹，甚至上要用其他军事的威胁，咱依然要坚持即款的道路吼？啊，为什么？就是讲迄可能有战争，还是讲无论讲什么款对咱正大即个威胁的时阵，咱依然是要做这个代志，吼。因为这拢是为着要台湾要坚持咱的民主，要坚持咱的即个自由。啊，当然伫遮吼，算讲伊嘛有讲到一个，就是讲人为着家己的尊严，人为着家己的即个精神顶头的即个民主即个理念的支持，
咱唔免讲一直拢爱趁钱啊。哦，所以我是感觉讲，伊伫遐虽然无讲遐尼明讲，但是伊有向全世界来传达一个，为着要坚持咱的民主自由。咱无一定讲一定爱趁真侪钱啊，所以讲咱的价值毋是讲爱趁大钱，毋是讲台湾趁大钱，是讲台湾人民爱尊严、爱自由。为着安尼来讲，所以讲咱钱毋敢讲咱家己爱自由，哦，咱愿意牺牲一点啊，即个经济的即个算讲利益。啊，咱嘛支持其他的所在，其他人民以便对迄自由的即个反省甲支持。所以我是感觉讲，也是安尼来看的时阵吼，变成蔡总统毋敢讲向全世界来传达讲。咱做这代志真侪理由，嘛真侪方面是咧，甲即个美国，尤其是美国副总统去年因10月，算讲一个演讲来讲着讲，为什么美国甲中国即马的即个冲突，基本上是价值顶头的冲突，是中国的即个威权，啊，甲美国为着坚持自由民主两个价值之间的即个对决。是，所以讲吼，像蔡总统遮迄个讲话，你会当讲嘛有一方面嘛是咧回应，吼，跟呼应吼。就是美国迄副总统 Pence， 伊去年10月迄个迄真重的即个演讲，啊，伫遮伊就讲台湾伫遮，伫台湾海峡，中国对台湾这威胁，实际上就是讲咱台湾即马徛第一线，吼，看到中国即个非常迄个强烈的即个威权的斗争，咱伫这个所在，咱无要妥协，吼，咱会去对抗到底，这是真大一个即个宣示，所以讲。我是感觉这个演讲内底所讲着讲这个价值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咱台湾向全世界传达出为什么这个台湾故事民主故事这么重要一个非常基本上的所在。是自由民主甲这个独裁威权之间要做这个比拼，是中美贸易战其实战到即阵啊，其实是美国本地要互伊民主化，要豆互伊自由化这个部分，但是伊看无啊，伊看到现主是中国起来啊。所以美国伊嘛紧张啊，所以这回咱来看到这个蔡总统伫这个高大演讲内底，其实伊讲到民主，这个咱的教授你安怎看？我较多有讲吼，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吼，是伫这几档哦，你差不多看到，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吼，差不多对中国差不多要看中国变做讲。中国愈来愈变做一个威胁啦，是吼啊。虽然中国的迄个经济的实力吼，军事的实力吼，经济实力吼，一直咧增强啊。但是中国即摆伊伫外交吼，伊差不多你看伊伫边仔拢无啥物朋友呢。你看中国甲伊边仔即寡国家吼，日本啊吼，东南亚啊吼，即寡国家拢无啥物朋友吼。所以我感觉台湾其实伫外交上。虽然咱面对中国的威胁吼，但是台湾其实无算做孤立啦，是吼。台湾其实咱即马咱经济上其实无差呢，吼。咱若讲以 GDP 来讲吼，咱台湾伫全世界嘛是算差不多20几名吼，23、24啦吼。啊，台湾的创新能力啦吼，啊，台湾的科技实力吼，伫全世界拢差不多排差不多前20。名嘞吼，是啊，来讲台湾，今仔台湾啊，若是伫联合国内底吼，台湾应该是一个 big player，big player 吼。大玩家啊，咱拢知影讲台湾即摆诶外交诶情形吼，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嘛，吼啊，中国伊伫过去过60当拢是讲，台湾毋是一个国家嘛吼。啊，我感觉对台湾来讲吼，咱即摆是咧等待。较好的机会啦，是，吼，你看，其实甲台湾有差不多同款情形的，佮有其他国家，都有讲到科索沃嘛，吼，你看科索沃伫2000年吼，2000年、2001年吼，迄个时阵独立嘛吼，啊，但是到即马为止，科索沃嘛无入去联合国呢，吼，啊，另外一个国家巴勒斯坦吼。啊，巴勒斯坦嘛是讲要独立嘛，哦，啊，几60当，啊，到即马，吼，虽然美国无承认，吼，虽然以色列无承认，但是全世界嘛是差不多100个国家承认嘛，吼，所以我感觉台湾吼，即马是咧等待较好的机会。等待啊，嘿，美国的支持重要，是，啊，咱的邦交国重要，吼，啊，中国吼，我是感觉伊即马的一寡政策吼，伊伫国际上伊的朋友愈来愈少，吼，所以。
咱阁有较好的机会。是美国这个部分真正重要，所以这个规家安尼豆豆撑起来，所以就因起伏，因啥那起伏，咱看到新华社甲中国外交部这个发言人耿爽伊个安怎讲啊？咱来看到新华社伊是安怎讲，伊就是讲哦，这个蔡总统啦，就是咧攻击中国啦，咧鼓吹台独的这个敌中哦，挟洋自重啊，挟洋自重是咱这个耿爽讲的啦，就是死路一条。咱要来请教，就是咱的这个世杰，你安看讲中国因的回应，逐摆看到因的回应，我就是爱笑你。真的吼，咱台湾的，你看迄个网络哦，咱拢讲吼，只要耿爽再不爽，安尼都是好的代志。所以讲吼，其实阮即摆看到讲哦，规个美国，伊不管是即个行政部门，还是即个国会吼，拢展现对台湾非常的善意吼。咱昨天晚上差不多半暝啊11点的时阵，你看到迄个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官方脸书哦。竟然放一张相片是咱蔡英文总统伫纽约含这非常有台的议员底下咧做一个小型的聚会安尼，上界重要的部分是讲，伊用台湾总统台湾 President 来称呼咱蔡英文总统的，意思就是讲，虽然你这边目前看起来咱蔡总统无法度去华府，但是我互你伫脸书顶头。我邀请你来美国国会，所以用这款非常有创意的方式，咱今嘛呢加油马蒂这边哦，用脸书用网络的方式来展现，来送出一个讯息给中国。其实阮美国国会对台湾是非常的友善哦。是，所以这部分伫网络顶哦展现出来，就是讲，美国除了这个规家了后，其实我伫面册，我就是向你中国讲，其实我是。真注意到这个蔡总统这回这个安排，所以拢甲安排甲这个稳当当安尼。咱过来看到就是讲哦，对着这个部分，中国搁要演习啊，伫东南沿海。蔡英文总统头先嘛讲啊，就是讲，伊若变改要出访这个中国的演习，蔡英文总统是安怎讲？咱来看者。我们的了解是例行性的军事演习了哈。但是近来也变成我每次出访的例行性的演习了哈。那但是我们国军都有全程的掌握啊。那对这个事情呢，我们也都非常谨慎的在处理哦。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要想讲的就是说这个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是各方共同的责任啊。那我们也希望这个中国方面作为一个大国，对于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责任能够认真的看待。蔡总统特别提到这个区域的和平，你看中国伫遮就是 trouble maker， 你哪个看？对啊，当然我是讲吼，就讲迄个蔡总统讲说因为要出去中国就为着要出去，就开始迄个动员三军吼，伫遐创迄大规模这演习。当然，即摆看这个演习，迄规模是偌大，应该唔是讲遐尼大，因为蔡总统宣布要出去，到即摆伊要做演习，我是感觉讲无，当然我可能无看其他资料，就讲我所感觉、所了解的是讲，伫这段时间要动员遐尼多迄个部队吼，应该唔是讲遐尼容易，所以基本上就是讲伊要做演习表示讲。伊嘛做交代嘛，吼。我中国甲你注意就对。表示讲我甲你注意，我甲你呛声但是你这款演习你袂甲人吓惊偌济啦，吼。所以迄个我是讲咱对这款的演习，唔是讲唔免讲家己吓惊家己啦，吼。因就是做这代志咱台湾嘛无，咱嘛也唔是一个弱鸡嘛，吼。咱嘛会当做咱家己的代志，但咱即马讲较趣味是，这个所在是讲。伫迄个集团体，大家是会记哩。伫迄个日本吼，顶个月集团体迄当阵，咧讲就讲吼，为着美国要甲中国即个贸易战吼，伊的吹握要有一个合意还是安怎？所以讲美国可能即个delay 吼，伊延迟对台湾迄个军售到 arm sale， 吼，迄当阵即款的迄个算讲消息出来尤其是对迄个 Reuters 吼，咱讲路透社即个所在出来，结果真多人真紧张啊，结果咧，反倒当是蔡总统要出去进前2天，一个即个 arm sale 就开出来啊，表示讲已经要通知国会，要准备要卖互台湾，
所以这就是一个算讲美国甲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吼，无因为讲美国甲中国之间无伊是迄吹握，还是讲迄个其他的经济想要达到这个协议的迄个缘故，结果伊就对台湾的这个算讲要卖武器给台湾，伊就甲伊延迟，无即款的代志。我是感觉讲咱台湾要 request 想讲迄 F-16V，即马所了解应该今年有可能啦，所听到有可能应该袂受到延迟。所以讲，这对台湾、台美之间迄咱说军事合作的正常化，啊，甲迄美国对台湾卖武器正常化，这个过程，这拢是非常重要。是啊，我是讲，搁一个趣味的所在是讲吼，即马咱讲着讲迄美国会甲台湾的关系啦的时阵，咱即马拢听到美国即马一个新的讲法是讲，用英文来讲就讲，台湾is a democratic success story。民主的成功的国家。对，一个迄个 reliable partner。一个信赖的这个这个做伙这个伙伴。上了是讲 ，is a force for good， 就讲台湾是一个善的这个力量啊。所以讲，即马以前是讲，台湾卖做啥物代志，啊无惊讲迄个咱会改变现状。即马毋是哦，是讲台湾你是一个好的力量，好的力量就爱加做代志嘛。爱甲这个力量传落去安尼。所以即马美国对台湾的期待已经是搁较，既然伊是代表一个较好的代志，是一个好的力量，啊好的力量就爱互伊来发挥。是，即甲过去对台湾的期待已经完全无共款。有影，所以这个。咱会当看到这个好的力量爱传落去，所以伫这个台美关系、这个台湾关系法今年是40档，啊，咱看到这个台美一个这个国防授权，啊，搁有咱看到种种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甲美国这个关系实在是哪来哪好，啊，目的就是甲中国讲，其实这个台湾就是这个头先这个罗委员讲的，是一个善的力量。这个教授，你有啥物要建议？就讲其实咱台湾佫会使做较好的所在。我是感觉吼，咱台湾即马敢若剩17个邦交国吼，每一个拢足重要。我有甲阮校一寡学生，就是为邦交国来吼，因就讲，台湾吼，对因来讲吼，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咱过去的外交吼，主要就是讲有当时啊拢开钱啦，但即马我看足侪合作拢是真正的技术的合作啦吼。因为咱这邦交拢有的是海岛嘛吼，渔业有的是农业吼，咱即马用这种技术的合作吼，帮助因改善因的经济。我是感觉伫迄个咱的邦交国内底吼，用这种方式交真正的朋友。其他的大国吼，美国、日本、印度这些国家吼，虽然无外交关系，但是因对台湾伫国际上的迄个支持真重要，所以咱应该是继续来争取即寡大国对台湾的支持，伫一寡国际舆论吼、国际场合吼，替台湾讲话。即摆美国开始啊，后来我看日本、印度甲欧盟这国家，咱应该下功夫，叫请因为台湾来发声。有影。所以事实对你来讲，作为一个外交单位的这个人员，你较早过去伫外交这个办事处也好，等等的这所在也好，你看到甲现主是真正是进步真济啊吧？真的，我非常认同咱拄仔陈教授讲啊，咱其实即摆有17个邦交国吼，我过去伫咱驻帛琉大使馆，帛琉咱英文叫帕劳嘛，伊是伫即个太平洋一个岛国啦吼。我其实咱这边蔡总统去这咱讲3圣嘛，有圣露西亚、圣 Kitts 哈，这跟圣文森跟海地哦，其实你可以看他也可以参碰这个所在，拢是咱2个国家这个合作的这个每一个这个 project 有渔业的，有农业的，有各种啊。我过去伫帛琉的时阵吼。我会使讲吼，咱甲帛琉吼上介重要即个合作的即个 project， 就是咱有跟国际医疗合作的。是医疗在合作，是。全帛琉吼超过7成的病人哦，拢是为帛琉上来台湾来转诊。所以这个台湾唔单单是外交，这个医疗的部分，医疗外交的部分 ，WHA 嘛是这个部分。是，还有即个农业渔业的合作，伫帛琉因就爱食蚵仔有无吼？全帛琉超过9成的蚵仔，拢是咱台湾这个农业团去遐种的。所以变讲2个国家的那个合作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小看的这个心真重要，所以讲
唔那干那是这个实际，较早咱讲亚钱啦，亚钱发大财外交嘛好。即阵咱要讲的，就是讲真正的心啦，是去交心啦，就亲像这个嘉佑嘛咧做的，就是讲甲科索沃啊越南即阵嘛咧做的，就是讲国宾外交，那是国甲国之间的这部分。这个国宾外交嘛会使豆豆塞出去。现主是咱真正看到这个蔡总统这回会当来到这个12天这个永续之路哦，真正是甲台湾搁一摆塞出去这个国际平台，啊嘛对着咱这个台美关系也好，也是讲这个对中国两岸也讲，真正是真侪影响。最后咱要搁请这个老师来补充一下，就是讲这回蔡总统你甲拍几分？我讲吼，这物件讲外交真甲伊拍分数安尼无好啦。是，咱是最上重要是讲爱甲支持。啊，当然感觉讲可能不少代志的时阵，都甲伊考肯嘛吼。啊，是甲伊监督。我是讲，咱莫拍分数啊。我是感觉讲，迄个拍讲参我是老师伊才先。咱莫安尼来想。但我是感觉讲，拄仔咧讲就讲，台湾 is a force for good， 做一个善良的力量吼。就讲迄个咱加油会长吼，伊伫遐所做，就是一个算讲一个 example， 嘿，一个 example。伊讲这毋是为着台湾甲科索沃，伊是为着科索沃本身来咧做。嘿，结果对因来讲嘛真好。真正台湾善的力量安尼继续传落去，毋啦，国甲国之间，亲像咱这个嘉佑家己咧做的，就是讲这个国民这部分，因家己力量伫网络顶，真正看到咱台湾的影响力。